為主動對照國家15規劃，特區政府編製咗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第3個5年規劃，目前正喺度公開諮詢，諮詢期至到6月28號。今集近距離對話，我哋就聚焦35規劃諮詢文本中有關經濟適度多元同埋民生嘅部分，邀請到城市大學澳門社會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葉桂平，仲有係婦聯總會副理事長兼服務總監何嘉欣同我哋上嚟傾傾㗎。歡迎兩位，先同葉主任傾下啦。你認為今次35規劃諮詢文本入面經濟適度多元方面有啲乜嘢亮點啦？咁啊喺即係呢個35規劃嘅諮詢文本裏邊咧，經濟適度多元咧，應該咧都係屬於咧比較重點嘅個環節。裏邊咧，我哋都見到咧，就係除咗我哋繼續咧延續我哋1+4嘅呢個方向咧，可能咧係因應住呢個即係數字時代啊，可能咧我哋有咩更好嘅從嗰個資金嘅支持啊，或者各方面咧能夠進一步嘅精準嘅嚟令到我哋1+4咧有進一步發展嘅個方向。咁文本亦都提到啦，話要構建多元產業發展新格局啊。咁葉主任，你認為本澳而家係推動一啲大健康啊、特色金融啊，甚至係一啲高新科技嘅重點產業嘅情況係點？未來有邊方面要加大力度推動呢？咁因為咧而家咧我哋見到咧就係4大嗰個產業咧已經咧即係喺大家嘅嗰種努力底下啊，政府咧帶動我哋社會各界嘅努力咧，我諗咧就應該咧係喺嗰個發展嘅框架上邊咧，應該咧就係有一啲初步嘅基礎啊。比如咧，我哋見到好似中醫藥咧大健康領域咧建成咗嗰個中藥質量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呢啲核心嘅科研平台啊，咁樣澳門註冊啊、橫琴生產啊，同埋嗰個海外銷售呢啲產業模式咧，亦都逐步成熟啊。咁啊即係特色金融方面啊，債券市場啊規模咧亦都咧喺度擴大緊啊。咁啊投資基金法咧亦都正式咧生效啊，即係完善咧制度嘅基礎啊。即係咁啊前日咧大家都見到咧，就係我哋金融管理部門咧，亦都即係即係提咗一個好好嘅案例出嚟啦，就係MBridge 已經開始咧即係有即係好嘅進展啦。從文體即係商貿會展呢一個產業咧，咁我哋就仲加可以見到咧有啲好嘅數據啊，比如2025年啊全年嘅入境旅客咧，我哋咧已經突破咗4000萬人次啦，咁啊創下澳門旅遊業有史以嚟嘅最高嘅紀錄啊！好似我哋見到俄羅斯咧訪澳旅客咧，佢同比亦都大幅增長84.5%啊！咁亦都顯示我哋澳門啊喺國際咧呢個新興旅遊市場嘅影響力咧，亦都喺度逐步提升緊啊！咁隨住多元產業嘅推進啦，預計本澳未來會出現更加多嘅新興行業同工種，咁係咪意味住本澳居民未來咧會有更加多嘅就業同埋發展空間啊？咁咧呢個咧，我覺得咧就係多元產業嘅發展咧，可能咧會增加咧更多嘅嗰種工種啊，所以咧我諗亦都係可以為澳門居民咧拓寬啊嗰個職業嘅賽道啊，創造更高附加值嘅嗰啲就業空間咧，反而咧係一個比較好嘅有利訊息。比如咧就係我哋需要更多咧了解市場嗰啲大數據嘅嗰啲分析師啦，我哋需要咧 AI 醫療嘅工程師啦，或者我哋咧需要跨境金融嘅專才、國際中成藥註冊顧問等等呢啲咁嘅新嘅嗰種行業。咁但係咧可能咧需要咧就係教育啊同埋就業服務咧，我哋要兩端進行發力啊。喺教育端咧，可能咧作為高校又好或者培養人才嘅嗰啲大學啊，可能咧喺學科嘅設計方面咧，盡可能咧要圍繞住我哋1+4咧新興公眾嘅需要咧嚟開闢出更新嘅嗰啲專業啊，咁樣先能夠符合咧市場嘅需求。咁其實講到經濟方面嘅時候，都不得不提中小企啦。咁文本都提到話要提升中小企嘅競爭力啊。咁葉主任，你認為咧應該要點樣再去優化一啲扶持中小企嘅優惠政策，咁令到佢哋係真正能夠受惠咧？咁啊，中小企咧，我諗咧就係佔有我哋澳門咧即係產業嘅一個大多數。但係咧，我哋澳門咧，如果隨住經濟咧再進入嗰個高質量發展嘅階段咧，我哋咧可能中小企啊，
佢面臨嘅嗰啲人力資源嘅短缺啊、經營成本嘅上升啊、市場競爭嘅加劇啊、轉型升級困難呢啲咧，仲係新挑戰啊。咁啊，作為咧政策嘅制定者或者咧我哋研究者咧，我哋認為咧就係扶持政策咧，可能你要因應咧時代嘅需要咧，而可能咧進行一啲優化啊。比如咧，我哋可能從過去純粹嘅嗰啲輸血式嘅援助，我哋能唔能夠咧探討咧就係變成一種咧就係造血式嘅一種支持嘅轉變啊。咁啊，其次咧仲要大力可以推動中小企業嘅數字化嘅轉型啦。咁啊比如培育電商啊，同埋直播帶貨呢啲咁嘅新業態啊，咁啊多組織中小企咧去內地或者去海外咧多了解呢一個業態嘅發展，令到佢哋產生興趣，真心咧想改變。我諗呢樣嘢咧，可能咧就係會令到佢哋去接受新事物啊，願意咧接受咧新嘅嗰種做法咧，可能會好有幫助。好啊，我咪都同何總監傾傾啦。咁其實咧，關於民生嘅議題上面，咁文本都提到話係要完善呢個雙層式社保制度。咁你認為啦，喺呢個中央公積金上面由非強過渡到去強制，嗰個重要性同埋難度喺邊度咧？主持人好啊！咁我哋咧婦聯咧都長期關注社保體系嘅長遠啦、可持續性啦咁樣。咁文本咧真係提到咧嗰個嘅央積金啦，由非強制向到強制去過渡呢一個嘅方向咧，我哋覺得係方向正確嘅，亦都係回應緊即係未來澳門人口老齡化嘅一個措施啦咁樣。咁當中咧都有啲嘅難度嘅咁啊。早前咧其實24年嘅時候，我睇翻資料咧，咁啊社保都有委託呢個澳門大學咧做咗一份嘅研究報告啦，咁樣咁其實入邊都睇到咧，就係當時最現實嘅障礙咧，就係我哋嘅經濟復甦咧係唔均勻嘅咁樣。咁啊，可能喺博彩業啊，或者一啲大型嘅休閒企業，可能佢嘅復甦咧就相對良好。咁但係其他企業啦，特別係一啲中小微企啦，咁亦都係存在緊不明朗嘅一啲經營環境嘅。咁如果而家咧即係貿然咁樣去推行咧，咁可能對某部分嘅行業嚟講都係過早嘅。咁所以咧，我見份報告其實都有建議啦，暫時維持呢一個非強制，但係咧就要設立到一個3個嘅啟動條件，等到時機成熟嘅時候咧，我哋都可以逐步去推進嘅。咁第二個咧就係社會嘅共識啦，咁好似都仍然未係鞏固嘅。咁報告亦都有提到，雖然大家咧對於強制嘅央積金咧都係一個正面嘅態度嘅，咁但係都係可以去即係提供到我哋退休嘅保障啦。咁但係都有啲聲音咧去關注到咧一啲投資產品嘅風險啦，同埋回報。咁啊希望咧可以增加到制度嘅靈活性同埋投資嘅選擇。咁我覺得呢一個咧喺凝聚共識上面咧都係要再加強嘅。咁啊，關鍵咧，在於我哋要回應到即係市民對於呢個資金嘅安全啦，同埋回報嘅透明度嗰個合理嘅關切。咁喺一老一少方面啦，你認為現時嘅長者服務面對住啲乜嘢挑戰？跟住落嚟可以點樣加強同完善？喺推動家庭友善政策方面，你又有啲乜嘢建議呢？咁係有幾方面咧，我哋都覺得需要去加強嘅。咁第一個咧就係15分鐘嘅服務圈啦。咁今次咧都提到係用石排灣嚟做試點嘅。咁我哋都期望咧未來可以咧加一啲清晰嘅評估指標啦。例如服務嘅覆蓋率啊，我哋長者嘅使用度啊，甚至我哋一啲照顧者嘅負擔有冇減輕嘅程度，可以定期公佈下呢啲結果。咁等我哋社會可以共同監測。咁所以我哋婦聯都係建議喺服務圈入邊會唔會納入一啲照顧者支援站啊，或者一啲喘息服務嘅點，等我哋啲家庭照顧者都有實質嘅支援嘅。咁第二方面咧嘅建議就係喺院舍服務方面啦。咁雖然要有提質增量啦，咁但係護理人員嘅培訓都係唔可以忽視嘅。咁我哋覺得咧可以結合埋報告入邊提到一個叫做私營醫療機構嘅業務法實施咧，可以係製作一啲嘅照護人員嘅統一資格標準啦，出一啲嘅認證嘅制度啦。最後咧就希望關注照顧者啦嘅支援啦，可以以一個政策嘅文件咧嚟去確立我哋照顧者嘅一啲身份啦，同埋一個支援嘅標準，咁可以將津貼啦、職場嘅保護啊、喘息服務啊，同埋佢嘅心理支援咧，都係一個整體嘅系統，咁就唔係分散喺各個嘅措施入邊嘅。咁我哋一直咧都係有倡議去設立呢一個照顧者津貼嘅制度啦，咁就令到一啲放棄咗工作但係專注照顧屋企人嘅成員咧，都可以得到社會同埋經濟嘅保障嘅。
咁文本都有提到啦，話要關顧一啲弱勢社群啦。咁何總監咧都講到話一啲照顧者嘅定義啊，又或者係援助上面啦。咁你認為喺呢啲援助金啊，又或者係弱勢家庭嘅支援上面嘅金額有冇再推動嘅空間呢？咁其實咧，過去我哋都見到啦，照顧者津貼啊，特別援助金啊，係都有每年調升嘅空間啦，都係值得肯定政府嘅努力嘅咁。咁當中咧，我覺得有幾方面係要優化啦。咁啱啱提到就係照顧者津貼啦，而家咧可能都係停留緊一啲比較重度照顧者嘅身上啦。咁但係對於一啲照顧中度失能嘅長者，甚至係一啲輕中度殘疾家庭嘅成員啦，甚至可能要照顧一啲發展障礙兒童嘅家庭成照顧者咧，可能個支援咧就不足啦，咁就希望可以去擴大下呢個照顧者津貼嘅一個設計啦，咁第二個優化嘅點咧就係一啲照顧特殊需要兒童嘅一啲嘅家庭，咁三類弱勢嘅家庭入邊咧，而家係涵蓋單親啦、殘疾同埋長期病患，咁咧個方向咧，我哋希望應該都唔可以忽視埋一啲擁有3歲以下有發展障礙需要嘅兒童嘅家庭嘅，咁因為佢哋嘅言語治療啊，可能一啲感統訓練啊嘅一啲費用咧，其實都好龐大，咁如果佢喺出邊咧，亦收費亦都好昂貴咯，咁所以呢啲嘅家庭咧，其實個經濟嘅負擔咧都會比較重，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咧可以關注翻呢個特殊兒童需要嘅一啲嘅家庭咯。咁第三個咧就係有一啲咧未能夠如期攞到撫養費嘅一啲低收入嘅單親家庭。咁雖然咧喺而家嘅社會援助制度入邊啦，呢一啲離異嘅婦女咧會面臨住一個咧比較少人知道，但係咧其實對佢哋嚟影響咧好大嘅一個困境，就係可能佢哋透過咗法院去判決可以攞到一啲子女嘅撫養費，咁但係可能有拖欠啦，或者佢哋另一方唔支付啦咁樣，咁但係可能佢去申請社工局嘅經濟援助嘅時候，又將呢一筆嘅費用納入咗佢哋嘅家庭收入，咁令到佢哋咧就係有一個矛盾，即係面臨住好似有收入，但係實質咧就係冇着落嘅咁樣，咁亦都令到咧佢哋照顧子女嘅基本生活咧係受到咗影響，咁所以呢班群體亦都係值得我哋去關注嘅咁。咁今日好多謝兩位嘉賓嘅分享啦。